事实分享，还要请陈老师今日要讲的正题题目论祈祷，来请陈老师。咱搁一届做伙来祈祷。至圣的上帝，我感谢你，你予阮有份伫你的国度内底，阮的名写伫生命簿的顶头。感谢你救选阮，予阮用世代无尽的福气，伫上帝你的面头前得到接纳。感谢主，愿你赐福帮咱在座的每一个兄弟姊妹，互因的心中有盼望、有喜乐，互因常常会笑、会欢喜。因为上帝将永远的盼望放伫每一人的心中，互阮为着明仔载后日、大后日的每一天无烦无恼。感谢主，愿你赐福帮咱每一位你所拣选的人，的确拢总有福气。我的祈祷感谢，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平安。伫咱今仔日要来分享咱所要讲的题目进前，我有邀请咱在座的兄弟姊妹其中一位做特别的姊妹，要带咱来做伊的见证，因为伊拄着真大的困难，总是通过祈祷的时，伊的困难竟然会使得到解决。这个时阵，我要来请今外这甲秀芬姊妹来到头前，咱要做见证的，不是今我啦吼，是秀芬。今外这个帮伊翻译吼，要台语翻台语安尼啦吼。我听伊讲了足紧，咱就听无，所以麦克风也准备一个，咱拍一下谱仔吼。互相鼓励时阵拢袂惊吓啦吼。咱来听秀芬姊妹伊拄着啥物款的困难，最后是安怎解决？就算改到我了无过，看法真好，我逐回拢会甲看紧，互我来阮若要看来讲一日做了一项就好我看他个人个面就煞，咱无人真正好，真正大家都好了过，我逐回人看我袂看无落去，我有个代志，有困难，呀。有困难，也靠上帝上知影。这逐年来，拢也靠上帝先带阮来遮照顾，了好保护，保护阮阿母平安幸福喜乐。逐个人袂信主的人，紧来信主，真正好，真正照顾，真正要好保护。所以咱的中心，逐个迄个养老，逐个都好，专心教育，逐个都好，非常照顾人的，非常的保护人的。但工地帮人家红色轮椅开大门，迄落做手术，大家都做甲真好，真平安，真幸福。或者进度大家都好，这教育大家都好，大家平安、幸福、喜乐、快乐。我要感谢耶稣上帝，照顾我足地界，比如我互我足地界，我知影。我读甲读甲大二细女，这读甲拢读甲遮甲，我脚无方便，袂知、袂徛、袂行，拢。佢不是倒下去，不是倒啥物啊！这个大包，我就水准2、3摆，我拢平安，我爬起来。有水，我大身躯，我搁再爬起来，我搁是刷车起来。我人讲你就是跋，你到迄只点点，我讲我都惊你甲我骂，我就足惊，我就是刷紧摇起来，我就非常的惊，我真正，我土地迄我免讲，我主动就知影，从头到尾我都带阮来的。我生讨阮来遮到位，来照顾咱养好，咱保护，阮有好行孩子，我逐日都找我恩婿，我做好平安，我足欢喜。我因讲的话嘛，拢不好，拢。来，听完这帮我欢对哦，伊是来读双联大学，是甲我同齐做伙入去的我所以伊毋知影啥，我拢会帮，阮两个拢带做伙。我若学啥物课，伊嘛拢学啥物课，拢对我安尼。伊也读6档毕业，伊尾仔伊就足欢喜来信主，因为伊就是伊拄着困难，因的土地去互政府征收，因祖先的啦，就是因人政府拍卖时，伊搁甲买起来，买起来，但是迄标人起字伊就无爱互来讨，伊拢无爱给伊一直祈祷，讲伊早祈祷，暗嘛祈祷，拢一直祈祷，结果上帝拢有听着伊，甲顶礼拜拜六吼。政府就来强制来调走，甲伊调走，所以伊足
伊讲伊心足清的啦，讲伊想要来分享啊，就是为着这，伊讲真正祈祷，啊因先生若艰苦啊，啥物伊拢会甲伊祈祷。啊，所以伊讲哦，真正信主有够好，伊个拜伊啦，拢来阮的小组，拢有来参加阮的小组，嘿啦，伊就是讲真感谢主啦，伊就是安尼会当信主，讲伊足感谢，足欢喜的。秀文姊妹，伊迄块土地是已经困了因即个家庭真久的时间，因为迄块地虽然因最后因家己有搁甲买转来，总是迄块地顶头已经有起庙啊，然后迄个庙吼无爱搬走，所以变做是人伫迄个中间嘛，阻挡因侪因家庭中间的平静。啊，最后通过祈祷的时阵吼，咱会使发现到，竟然伊无为着家己的任何的付出，上帝帮助伊，互伊迄个庙啊吼，因遐人家己讲的搬山位啦，所以讲困了伊规百担啦，规百担的，所以祈祷吼，本来无甲2担，安尼若祈祷2年吼，应该安尼会好啦吼。咱过一摆拍一下扑来咯。多谢感谢秀文姊妹，会使。各位兄弟姊妹，咱在座咱中有哈尼有信心的姊妹，我相信大家拢做会到。有一天秀文来甲我讲啊，牧师，安那，阮兜什么土地安那啊，拄煞，迄土地转来啊啦吼，我说袂使哦，迄是咱的土地，对不对？咱的土地对不对？对啊。对啊，咱的土地呢，咱会当咧顶悬起庙啊。阮后讲，因老母辛苦哦，伊要甲要倒转来啦。搬人，搬人，阮压迫掉，阮要规百人拢无用啦。人政府来带部门俾我看，阮都毋捌伊不要看，毋捌伊的。阮当时阮问我看卖啦，我落去啦，韩国就遐。你莫甲伊议我，你莫甲伊吼，就安尼，重点是安那？我们的秀云姐妹就有信心咧。我出甲各位讲，我们不行咧，这咱当的土地呢，哪会当互人占去啊？啊，佮顶板佮起庙啊，哪会使啦？叫伊搬，迄时阵咱的小人就较无信心咯。安买啦，无要紧，安尼就好啦。袂使，咱的土地袂使。当去祈祷啦，上帝嘛讲啥？袂使对不对？袂使，上帝也袂使。哦，真好诶呢，所以来，我紧，最好诶，你讲信心非常重要。后来怎么样？竟然我们的政府给那个庙一个强制执行的公文，强制执行，马上搬走，马上搬。土地又转来，你看，土地又转来啊！弟兄姐妹，我们要有大信心，我们相信上帝听我们祷告，上帝有没有听我们祷告？阿门。兄弟，有听他听过？阿门。有吼。我感谢大家照顾我，我就赚回去啦。来咯，干部不算，干部不是。好，我们请他让秀文之后，表演他之后，来，大家拍拍啊，有信心呢。我们凡事祷告，上帝绝对听我们祷告。所以，咱大家好命，袂讲话老歹命，袂吼。感谢主哦，弟兄姐妹，教会就是一个跟随上帝的教会。你若愈祈祷，上帝愈同在，你有相信无？好，阿门哈，先说一下，过一届。你若愈祈祷愈相信，上帝愈同在，有相信无？阿门哈！上帝伫咱的中，咱爱欢喜看到上帝伫咱的中做奇妙伟大的事情。我们再一次拍手，我们将荣耀归给我们上帝。最近有一寡兄弟姊妹咧甲我问讲，为什么有侪咱的老姊妹、老兄弟，因的逝世无意愿来信耶稣？其实这个问题爱去探讨，为什么伫教会中间真少咧做见证？是因为咱真少对上帝讨伊的宽恕，咱真少去讨处理代志即款的宽恕。我渐渐的来甲咱分享，咱教会中间若较侪去讲到圣神，较侪将咱的心专心放伫祈祷的中间，有侪代志的转换转变。秀文姊妹见证，
讲起来，咱听起来是真趣味、真短。总是我知影困了伊的兄弟姊妹，你若捌伊，你就知影困了伊足久的时间。所以咱就知影讲，上帝转换一个环境的时阵，这个环境转换是代志就解决。最近有一本册叫做《向圣灵致敬》，是一位南美洲的黑须鲁纳牧师所写的册。伊咧强调讲，咱应该爱较食亲近信心，然后对伊来讨帮助，就是上帝由我伫你的生命中间。咱爱知影，咱的圣经内底所表达的上帝有三款的款式，互人去明白。第一项叫做老爸，旧约内底咱常常看到天父上帝的款式；第二项叫做朋友甲老师，迄就是耶稣；第三项叫做圣神，伊用风，咱看袂到，但是煞听会到即款的方式活伫咱的内面。所以咱爱伫遮了解，教会若愈少讲到圣神，信仰就愈少，足奇怪。所以咱会使了解，为什么咱的时势侪人无意爱来教会？有一项事就是教会无灵舍，侪代志靠家己较紧，靠上帝伤慢啊。所以咱需要去悔改这项事。什么叫做圣神？咱应该爱深深去来理解。约翰一书第4章有讲到什么是圣神。你若有意爱去了解，对这会使分别什么是圣神，什么是邪神。约翰一书第4章迄个所在有讲，其中上界重要的是圣神伊的受任耶稣基督对死人中搁活，然后伊是道家肉体的上帝。圣神一定会同意，一定会承认，而且互圣神充满的人一定会学了主，学了耶稣基督。上界关键的，我有甲咱写伫周报内底，圣神充满的人本身。伊有一个创造力，迄个创造力，互你去分别，什么是圣神，什么是邪神。圣神来会互人生命、勇气，会互人真侪智慧，会互人真侪启示。互圣神引出来的人，会比过去迄个人较巧。白讲一个人哦，较早无信主之前，甲信主了，然后拄着圣神，你听伊讲话就知影，赞处无共。互圣神引出来的人，伊的理性的体验；另外一方面，互邪神困了的人，伊会疯疯癫癫，伊会真侪代志讲袂清楚。所以兄弟姊妹，咱伫遮爱了解，圣神创造天地万物，上帝用圣神伫旧约内底第1章内底，创世纪第1章就讲到，伊用圣神运行伫深渊的所在，然后天地就创造出来。就是你看到新约的时阵，圣神运行伫人的生命中间，人就变做啥物？新创造的人。所以你要去分圣神，咱所提到的这个对象本身有没有创造力？如果它是一个很有创造力的存在，那我跟你讲，它绝对是圣灵。所以咱会使了解圣神无破坏，伊常常是起作。所以你若看到一个神本身是破坏，迄常常拢是毋对的。第二项，圣神本身伊是清气，所以你会使了解一个人，伊因为接近圣神了后，开始生活渐渐转变，渐渐改变，过去的习惯渐渐无去，愈来愈好势，哪来哪有上帝的款式？所以圣神本身会互咱生命转变。这是我需要来甲咱讲，你若看周报，我甲恁写，什么叫做圣神充满？不是每一款的神拢是圣神哦，咱来了解哦。以这个世间有真侪一款存在看不见的灵，它到底是不是圣灵？我们要去了解。我们用刚刚的方法可以了解。可是当圣灵临到你的生命中间的时候，会有什么样的一个状态？我甲恁讲，亲像你骑脚踏车，我都歹用着啊，还是讲吼，你要插电话去电着同款。忽然间，很有。另外，从外面来的一个很大的力量进来到你的生命中间，让你的生命突然醒过来，和你醒起来。因为你内底迄个灵是空气的，就是圣神入来了后，互圣神叫醒起来，这个人开始对上帝祈祷。
所以因为圣灵的同在，人的灵开始变成可以祷告。无咱过去咱的灵本身是困去的，所以咱而家爱了解，你祈祷要有宽定，要有效果，一定爱先求上帝的国。咱爱求上帝的义，伫迄个中间渐渐就会出现这个同在。所以你会使了解，教会内底拢是讲灵恩的，但是教会内底毋是咧讲灵恩派。灵恩派甲灵恩无共，咱爱看到的是基督徒每一个人因为圣神的引带，所以伊充满足侪慧力对上帝来。安尼表示每一个人拢属灵的，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是属灵的基督徒。但是咱即摆教会内底有一派叫做灵恩派，因常常咧强调某一方面圣经中间的记载。我要甲咱讲，咱所有信仰爱平衡，咱爱讲基督，咱爱讲创造，咱嘛爱讲圣神。当咱看到一个圣经的时阵，咱就袂偏题，因为最事你若无去分的时阵，真可能人的灵跟神的灵搞不清楚。人的灵也是有它的功效，而且更何况还有天使的灵跟邪恶的灵，所以咱爱去了解这个代志，基督徒爱真清楚。咱若讲到异地的时阵，请你会记得，上帝的圣神，因为你的祈祷的时阵，互你的病得到医好，有一个关键，就是因为你和上帝结连做一体，然后你的病得到医好。总是你若看其他的宗教，还是对信仰较无了解，初咧起步的基督徒，伊会为着这个病要得到好来祈祷。我要甲咱讲，爱照圣经的记载，你爱先祈祷啥？求上帝的国，甲上帝的义。这就是要和上帝合一。当人甲上帝合一的时阵，你的灵和上帝的灵连做伙、合做伙的时阵，你有侪事，上帝会帮你解决。所以咱伫遮爱先了解，侪人去啊上帝医治了后，伊开始要跟对耶稣。你会看到玛利亚，你会使看到格拉森被鬼附的病人，你嘛会使看到迄个生太多病，但是唯一源头要感谢耶稣的这个人，因拢无愿意走，伊想要跟对耶稣的身边。为什么有这款的转变？因为伊已经互上帝引传。有一个犯罪的妇人，伊互耶稣赦免了后，去甲西门因兜来用伊的目屎甲头毛咧拭耶稣的骹，最后用油咧抹耶稣。伊的门徒来问讲，遮贵的物件应该摕去拯济送用人，总是耶稣来讲，毋是即个查某人是伊为着我的受敌受死来做纪念，所以将来所有人拢爱纪念这样事。为什么这个查某人有这个动作？都是因为他渴望回到神的面前，他要与神合一。所以合一是一种医治跟被神带领的最棒的状态。所以你也是要去了解，不要去求次级品的信仰，我们要求最好的。咱若要爱上好的，咱袂使爱中啊就好迄款。第二卡的、第三卡的，咱无爱迄款的信仰。所以兄弟姊妹，你若注意看约翰福音书第6章26节，当耶稣基督行一个新日啊，互5000个查甫人食饱的时阵，迄个5块饼2尾鱼的5块饼2尾鱼的故事的时阵吼，你会使发现，这个人事后要搁要求耶稣来做伊的王，总是耶稣来补转。你若看圣经看到后几段的时阵，你会使发现，约翰福音书6章26节有讲到，伊讲到啥物？耶稣大因讲，恁会找我，毋是因为你看到上帝，是因为你想要食到饱。所以你会使了解为什么耶稣补转次级品的信仰。你若要爱，你甲爱上好的就是上帝本身，毋是上帝所赏赐的这项事。所以兄弟姊妹，咱来了解，祈祷要安怎有效，咱需要去理解。当圣神入来到你内底的时阵，你会发现你亲像穿一领衫，迄领衫就是圣神，你就活伫个圣神的中间，圣神嘛进入去你的内底，然后你会活伫迄个中间，才受伊的保护。一个基督徒，伊的祈祷要会使有效，有一个重点叫做捌代志。你若看囡仔吼，饭若还袂食，伊就先去灌汽水，老爸老母会讲即个囡仔安那，毋捌代志。
因为要食饭之前，哪有人咧啉汽水？你汽水若啉落煞啊，饭食袂落啊！兄弟姊妹，你若问囡仔，囡仔会讲啊，我着喙焦，足合理啊！我着喙焦，所以我来啉汽水，足合理。做是老爸老母看到的是，伊若一直无食饭，伊着袂抽悬，伊着袂洗肉，伊着袂健康。所以你会使去理解，一个囡仔若毋捌代志的时阵，伊所做出来的行为是照伊的肉体所想，然后对伊久长以后无利益。所以老爸老母一定会教示即个囡仔，用最时间来甲伊讲，食饭之前毋通啉汽水。你应该食饭了后，才来啉汽水。你若去来想，有一个囡仔，伊甲伊老母讲：妈妈，我真喙焦，但是我知影食饭了后，才会使啉汽水。你想，即个老母要怎看即个囡仔？伊会讲即个囡仔很懂事，真捌代志，所以老母就袂来责备，然后伊会开真侪时间，甲即个囡仔有真好的教育，最后可能带伊去买礼品啊。所以兄弟姊妹。捌代志甲毋捌代志差足多，咱人生有足侪代志，是因为毋捌，所以犯错。然后，佫想讲家己就需要这项物件去做啊。总是你若去了解，当你去理解讲你头家爱啥，你事先为着伊准备。头家会讲我，你即个下骹手人做捌代志的，提早准备我的想法，了解我要做啥，安尼我一定要提拔你。若是一个学生真捌代志。老师咧上课进前就提早去看册，然后上课煞了，佫有认真咧写功课。即个囡仔，老师一定对伊真有期待，常常嘛感觉即个是真可取的学生。所以兄弟姊妹，咱来知影，捌代志是帮助自己。一样，基督徒要懂事，懂上帝的心意，叫做懂事的基督徒。不要一直活在不懂事的状态，你会发现你一直在面对自己的生命中间的困扰。懂事的基督徒面对的是上帝的恩典跟赏赐，不懂事的基督徒他面对的是上帝的调整跟修剪，差足多啊！赶快遐个时间，你为什么要行修剪？你应该较捌代志的，自己调整好，让上帝来嘉奖你。所以兄弟姊妹，罗马人书12章第20讲什么？讲哦，不要效法这个世界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，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、纯全、可喜悦的旨意。这个意思是啥物？你来较捌代志的，上帝对你的心意你爱知啊，上帝对你是好意，然后你唔通互这个时代、这个社会影响去，开始无听上帝的路，无听上帝的话，袂使安尼。你爱转换你的想法，听上帝的话了，你就知影上帝的心意是啥物，唔通听世界的声音。所以兄弟姊妹，咱若愈了解上帝，咱就愈有法度得到上帝的帮助，甲伊的奖赏。所以伫这个中间，咱来了解，上帝不是财神爷，也不是土地公，也不是阎罗王，都不是。上帝是我们的父亲。当咱有这款的想法，开始在转化了后，父亲不可能不把好东西赏赐给我们。咱的老爸较有可能咱要甲讨饼，伊互咱石头，无可能嘛。咱爱鸡卵，伊互咱蛇，不可能的事情。咱的老爸若疼咱，伊会互咱上好的，咱上需要。所以若照圣经来讲，你若讨啥物，请你爱来讨信心。这个世间无的，你家己拼袂到的，你爱来讨。你要跟上帝要圣灵保惠师，互伊永远活伫你的心中，互你的身躯成做圣殿。所以兄弟姊妹，马太福音书22章，伊有讲一个比喻。耶稣基督讲，有一个王，伊的囝要娶新妇，然后去请足侪人客，然后这个人客吼，嘛毋知为虾米啦吼，伊就找足侪理由，讲我爱去啦，有诶讲因兜要饲牛啦，有当要卖土地啦，有诶就代志做无用啦吼，拢来推辞，讲我爱去。这个王就去着啊吼，去外口四界去找路边诶人啊，好人歹人拢总找来了后咧。结果，伊去看到讲有一个人穿衬拖啊，穿短裤，就要下来请。这个王做生气的，你来互我请，较有穿衬拖来啊？你去人请人客，到人穿衬拖、穿短裤、穿吊嘎去人请，无啦吼。咱上少嘛穿一个较体面的对。同款，这个比喻的意思就是安尼，乌白穿衫，然后同请人客。去的时阵，这个王做生气的，然后耶稣讲，伊讲这个比喻的意思是。
逢敬的人真多，逢调的人真多，总是逢敬调的人真少。伊的意思是安尼，被招的多，被选上的少。所以兄弟姊妹，要是唔捌代志的人真多，人要带师傅要请人客，你唔捌伊的心意，你敢若想你家己的代志，安尼叫做不懂事的基督徒太多，懂事的基督徒太少。所以兄弟姊妹，我们要懂事了解神的心意。第二个，我们要了解我们身上有人的灵，我们有灵魂，人有灵魂，所以你需要管理你的灵魂，无你会互你的灵魂管理你。安怎讲呢？有当时咱内底有一寡无好的习惯，你头壳想讲卖做，但是你嘛去做啊。这个叫做你心中的恶会影响你，虽然你的理性告诉你不要做，你的灵魂怎么管理它？你的灵魂可以管理。诗篇51篇第12节，伊讲：求你使我能得救恩之乐，是我乐意的灵扶持我。这句话第一叫做兄弟姊妹，求你予我得到救恩的喜乐，想使我乐意的神来扶持我。当人的神和上帝神掌握的时阵咱开始都会使管理家己的灵魂。有侪事咱需要管理，特别是咱的灵魂。让神的灵来管理我们的灵魂，所以兄弟姊妹，咱来了解，当你的性命若是互上帝掌握的时阵，你会开始有一个积极的开展，不会再照着过去被捆绑的样子生活，你会照着上帝要你的那个理想状态来生活。上帝会赏赐你积极的信用、积极的活力，所以互信心充满了，伊无应该悲观。伊常常会对上帝遐来得到응答，因为知影将来事会安怎发展，所以伊心中永远真平静。所以咱爱积极，上帝的意思毋是要互咱真悲惨，上帝的意思是要互咱徛悬无徛低。上帝的意思毋是要互咱真爽约，上帝的意思是要互咱有另外增加真多。凡有的还要加给我，所以兄弟姊妹，咱爱先了解上帝积极的这面，唔通将咱的习惯，咱常常拢会讲啊，这个代志中就好啦，卖遐计较。但是对信用这件事，咱袂使安尼，你要积极的跟上帝学习，你要求最好的就是圣灵保惠师，然后我们要求最好的奖赏，最后，咱的教会应该爱有一个吧，有一个理想。就是咱每一个人受信心引出了后，一刻伫这个所在，收掉，来到这个所在，收好掉，来到这个所在，成立教会，叫伊启示啊，就是教会受上帝好掉的一顶属灵的基督徒。咱是属灵的，咱因为咱是有有信心，所以咱做伙咧祈祷的时阵，咱做伙咧讲道的时阵，咱的教会诚做上帝足欢喜的教会。因为咱众人伫遮对上帝真认真，咱嘛是有需要信心的引传，所以咱祈祷的代志都毋是咱个人的事啊，咱的祈祷的代志是上帝的意思，然后咱了解了后，通过咱讲出来宣告。所以教会不管咱偌济无共款的想法，咱伫信心的保守里面，应该拢有同一个目标，就是对上帝讨迄个永远的合一。所以咱伫遮爱了解，当咱的教会开始有一寡新的事工，咱爱了解，爱对外，咱嘛爱对内。对外咱爱报道，对内咱爱敬拜。所以这两个团体拢足重要的。敬拜的人是带兄弟姊妹来调祭上帝，报道的人就是咱今仔日咱的启文中间所读到的，咱爱将基督的话传扬出，互听到的人会使有机会信。所以兄弟姊妹，咱伫遮互相来勉励，论祈祷，你爱了解，上界重要是祈祷对你有好无歹，咱搁一个阿头。主上帝，阮知祈祷的源头是因为圣神帮助阮将阮的意思同上帝的意思合做伙，因为阮知上帝的意思，然后阮的嘴宣言宣告，上帝接纳事情改变，环境改变。主愿你帮助阮，诚做顺服信心引出来人。新化教会要诚做属灵的教会，是因为上帝的神常常伫遮做工，是因为上帝你的神常常无限度赏赐阮，
是因为阮的教会愿意顺服，诚做捌代志的教会。阮知上帝的心意，阮嘛愿意照上帝的意思来生活来行。阮愿意分享阮的一切无信仰的人，特别是阮的心思，特别是阮的信仰，特别是阮的祈祷。阮愿意将这个代志同上帝的意念甲做伙，愿意帮助阮。阮的祈祷感谢，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。阿门。